呢，场边呢，现场呢，不只是我们的评审委员辛苦了，我们现场的这个舞会的贵宾莅临现场加油，场边所有从早到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也辛苦了。所以是年中的妈祖婆婆说了，一定要来送礼物给大家继续送，好不好？好，感恩。好，来，妈祖婆婆的天师筒马上再给她来到我们的场中央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哇，今天呢真的很感谢哦，天气好好哦。那我们呢今天呢每一队上场的这个队伍呢，大家呢还没上场就接受呢这个阳光的洗礼呀，大家今天呢待会都不用数了哈，每个都脸红红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真的要为他们加油，因为呢每年的创意东江镇头大赛哈，都是呢动员1000名的学生哦队伍哦，包括呢师长的坚持，还有呢哇在学校呢跨这个科技哦这个社团，然后呢哇每一队都是呢将近100人的阵容，然后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的学长姐怎么样义务回来帮忙哎，你就知道了哈。我们新传的脚步哈，这12年来的创意豆浆，真的在学校接触的风风狂狂啊，就你嗨呀！